为我受定伫世界，哀伤的声是伫价顶对我讲起。我的囝，亲爱的囝，毋通辜负我的疼，手中灵魂血的血水，拢总是为你。第二节的歌词，耶路撒冷是咧吼，这倒定对呀。耶路撒冷的正北是，你伫哪落？山岭溪口，旷野悲伤，你无听见。我的主，受定的主，保护流出伫世界。山岭溪口，旷野悲伤，你嫌无听见。然后接副歌伫这个所在，咱来听看卖吼。
声，是一个人对我讲起。我会行，亲爱的行，唔通辜负阮的疼，受着风险要过嘴，拢总是为你。今仔日下暗要甲咱大家做伙来食饭，要做伙来啉 apple juice。这毋是圣餐，就是人甲人之间关系定性的建立。今仔日无听厝单，有2首歌，然后我要用耶稣甲圣餐甲咱大家来分享，三甲来思考圣餐的意义到底是啥物货。有真侪物件，咱已经去互规矩来绑了的，所以包括咱的情感有时会受限制。今仔日咱要定心来思考，受难酒对咱的意义到底是啥？咱伫教会内底，咱所咧受的圣餐到底是为着啥物？咱要定心搁一摆来思考。咱来唱2摆。有时在讲的，亲像是耶稣行伫各各他的路，要行十字架顶受定的道路。迄种的忧伤、艰苦，所流的目屎，无法度得到安慰。
我的主啊，受苦的主，你敢有需要为着我来安尼做？伫你所行的这个道路的顶端，我的目屎当时才会流尽。第20个歌词伊讲，耶路撒冷的百姓啊，当耶稣受刑的时，你伫哪里？伫一礼拜前，你敢毋是伫城门口大声喊话：何塞那，何塞那，大笔的子孙，你赢之耶稣一摆，是安那？今仔日你伫这个中间，在画定义的十字架，定义的十字架。当耶稣要受定死，含山岭的天口，旷野悲伤的声，四界听见，但是耶路撒冷的百姓啊，你有听见？我的主，受定的主，宝血流出伫十字架顶。当山岭伫遮天口，旷野悲伤的声，你敢有听见？我的主啊，你为着怜悯我，为我来受定伫十字架顶。当我抬头看见十字架顶所定的迄个人，一个哀伤的声对我来讲：“我的囝，亲爱的囝，我为着你定十字架是因为我愿意，但是请你毋通辜负我对你的疼。我手中的灵魂，我的血液所流出来的血，拢总是为你。我的囝，亲爱的囝。”毋通辜负我的疼，手中灵魂、血的血水，拢总是你。主啊，赦免我。当阮定你伫十字架顶的时，阮不止无动静，阮反倒伫遐欢喜，大声哀叫。主啊，赦免我。当你为着阮所流的宝血，手中灵魂。会痛疼，血的血水，你为着阮所做的一切，阮无够额回应你的疼。主啊，赦免阮，因为当你用哀伤的声伫十字架顶对阮来讲话时，阮甚至越头愿离开。主啊，赦免阮。阮所做的，无够回应你对阮的疼。假使咱来当伫主的面前来回应伊的疼，咱有机会向主耶稣，搁我的主对咱讲：我的囝，我已经无伫坟墓内底，咱要用什么话来回应伊？咱搁来念一摆。总是为
耶路撒冷的敬拜是你的大乐。耶路撒冷的敬拜是你的倒位，山岭天口旷野悲伤，你无听见。我的主，守定的主，无会流出的世界，山岭天口旷野悲伤，你也无听见。主啊，你明我的主，你我的是你的。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阮要阁是罪人的时，你愿意将主耶稣赏赐降世做人，真做替阮受苦、赎回，陪阮的苦难，陪阮的重担的主。主耶稣，阮伫你的面前，毋知要安怎向你来讲起即款的问题，因为阮袂堪钱，阮也不配。阮知影你为着阮来死，阮知你予阮有新的机会来活，阮知你予阮伫地面上有机会重新过来，总是阮犹原一摆搁一摆伤你的心。阮所做的，互你艰苦；阮所行的，无互你欢喜。阮伫阮人甲人的中间，常常互相得罪，互相伤害。阮掠准阮真了解阮家己的囡仔，总是却有时。阮用阮的家己的意思赢过伊的意思。阮掠准阮是一个基督徒，阮就真做一个圆满的人。总是阮才知，阮一摆搁一摆，互你在伤心。有时候阮家己看阮家己，看到就艰苦。主总是你无放杀阮，你求阮伫即个中间，替阮定时计时，伫一年搁一年的中间，你予阮有重新开始的机会。主，阮伫即个中间，也要恳求你，
2000多年前，你行国塔路的路的时，我无法度甲你相同行。总是伫2000多年后，你已经为着阮流宝血，求你予阮伸手来领受这份的恩典。使用这款的恩典，伫阮的生活，伫阮的家庭，用这款的恩典，予阮真做有新的机会，重新开始的人。用这款的恩典来照亮你伫阮中间所做一切的疼。你无保留的疼伫阮的中间，求你予阮伫遮完三照亮。阮不止领受你对阮的疼，也要将这份疼甲阮的兄弟姊妹分享。愿阮伫遮照亮你顶十字架行各他的路的时，阮的心甲你相合伫咧。安尼祈祷靠主的名，阿门。咱做伙来唱一首《爱是不保留》，伊是华语的。世界爱无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成熟的爱自在不曾拥有，一颗灿烂便要走，而我却深信爱是恒久。深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别无所求，长过高深难以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愿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全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不别求，愿为得主称赞已足够。谁愿受苦被悬挂在木头？谁愿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
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全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无别求，唯愿得主称赞已足够。我已决定今生再不别求，唯愿得主称赞已足够。请咱目睭客客明倒，咱向耶稣来祈祷。主耶稣伫受卖迄面进前，甲伊的门徒三甲守搬过节。即个搬过节，毋是耶稣所特别设立的，这是犹太人的传统。但是即个搬过节的宴席，后来也成做主耶稣甲伊的门徒所行的最后的晚餐。也成做天主教、基督教最后伫少年主耶稣所做的中间一切，成做咱圣餐的仪式。今仔日咱要对这个圣餐的仪式，重新搁一摆思考。愿咱的圣餐，今仔日下暗是圣餐，但是愿咱将咱教会中间的圣餐重新转化，要成做人甲上帝、人甲人恢复关系一个上界好的意象。主，阮伫你的面前摆列阮的祈祷，求你的心只是到阮三个面内，求你开阮的心门，求你互阮看见你所留的宝血，求你互阮伫这个中间，奉主的名来自证，奉主的名来得救。祈祷靠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所留的宝血，阿门。亲爱兄姐，大家平安。以前伫教会中间，常常有人为着伫受难周请安讲，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侪人有真侪意见，因为伊讲受难周本来就毋是一个平安的周，因为主耶稣顶十字架，要安怎有平安？但是今仔日伫咱的中间，搁较重要的是，顶十字架的是主耶稣，但是咱有得救。假使咱若有得救，咱就有平安。今仔日咱伫即个中间所少年的，就是因为主耶稣替咱顶十字架，所以咱毋免受顶十字架，咱用较简单的方式来行过节。我今仔日伫即个中间，要甲咱大家分享。咱今仔日茫伤严肃，因为我要请咱食面包。阮有2块面包，等一下要甲咱大家分享。即个面包无切，所以等一下爱用掰，爱用掰。若巧的人吼，掰较大块，食有饱。然后伫即个中间，我无用葡萄汁。通常咱的圣餐拢讲爱用同一个杯摕出来，但是今仔日为着互咱大家方便，爱啉好饱，所以准备 apple juice。以前伫迄落以色列遐，因上主要的饮料水果就是葡萄，所以因做葡萄酒。是安怎葡萄要做葡萄酒？因为做酒了后，伊会当保存，到要啉的时会当倒出来，透啥？透水。若好野人水透较少的，所以你的葡萄酒就好食。你若较散车的咧，就一个10粒蜡煮1卡的汤，所以酒1点你就一直甲倒。我一直咧想，加拿大到底出产啥货？后来想想啊，苹果敢是嘛算啦吼。
但是这毋是我上介主要的理由。我上介主要的理由是，顶摆咱教会伫下底咧食点心的是有剩苹果汁，所以我是用方便尔。但是今仔日我要直接甲咱分享，啊，搁吼，今仔日甲咱分享，搁一个搁较重要哦，我搁有抹酱哦，哦，毋是哦，你食白面包哦，所以等一下吼，你若下暗食无饱的吼，背较大块，啊，用抹酱哦。先讲这是起司抹酱，啊，起司加什么？哦，起司加黑糖跟枫糖，哦，所以你若会当食这两项这的物件的吼，你就来食看卖。圣餐到底是啥物？今仔日对咱来讲，圣餐是教会举行圣餐是为着纪念耶稣。啊，纪念耶稣是纪念讲伊替咱钉死，然后伫钉死的钉死的迄暝受掠进前，伊有用掰即个饼，然后啉即个杯，所以咱常常伫教会内底有即个圣餐。然后伫圣餐嘛是参加圣餐，嘛诚做一个基督徒一个真重要的记号。但是较特别的是，我这边邀请咱大家来思考哦。伫台湾长老教会若是行圣餐，小二敢会当食？袂使，是安怎小二袂使食？啊，若小二洗礼有入教会种呢？啊，无洗礼敢袂使食？袂使，无洗礼袂使食着，哦，无洗礼袂使食，这是咱伫台湾长老教会规矩。啊，伫加拿大咧，小二敢袂使食？无洗礼敢会使食？啊，差别伫倒？对一个较对，人规定的。咱今仔日要来思考即个问题，人规定的，啊，到底安怎才好？我毋知影。问题是你有平安就好。然后圣餐是基督教会的一种的信用告别，因为即个信用告别，伊所讲的就是，即个饼为着恁来拍破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饼代表什么？若有来参加查经的，饼代表的是啥？身体、内脏，对无？吼，内脏。啊，若是迄个杯咧，为恁所留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结果迄个杯所代表的是啥物？血所代表的是性命，一个是内脏，一个是性命。用这个来诚做咱诚做一个基督徒伫教会内底，咱的信用告别。所以咱领受主耶稣伊的内脏，领受主耶稣伊的性命，来成就一个新的人。搬过节，毋是耶稣所设立的。搬过节对对啦，出来吉。所以伫过去伫迄个摩西五经内底有记载，哦，因为上帝要施大权能，要互所有一切偷生的，要取伊的性命，所以伫迄个中间，你着爱杀一只羊，然后将羊血抹伫倒门前，然后。天使夜刀，所以伊就会搬过一间去后一间，所以即间就得到平安，无代志。啊，搬过节是安尼来的，但是伫主耶稣的时代，主耶稣所守的搬过节，其实所守的是摩西的律法。所以耶稣咧用举行的圣餐，敢有创新？其实是无。主耶稣是。照着当初时犹太人的传统来行迄个搬过节的晚餐，但是真趣味哦。才有一则经节，记载伫马可福音14章12节到20节，咱字眼会伤过细，我来读吼，字较细吼。我这用华语的来读。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门徒去问耶稣哦，甲问讲哦，搬过节宴席要对食。然后耶稣甲讲啥？耶稣就打发2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客房在哪里？
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预备。咱读到的是啥？搬过这个宴席，敢是耶稣的门徒准备的？不是。伊甲主耶稣要入耶路撒冷城所徛的迄只驴仔共款，你去追，然后看到一个人，伊会甲你讲，迄只驴仔伫对。然后伫即个中间，就是你去看到一个摕水罐的，然后你甲伊问，讲阮要去对，你所准备的客人伫对，我甲我的学生要去遐准备一下。所以即两项物件是共款的。你若去网络顶观察，我找到即张相片真特别。伊即个是犹太人伫迄个逾越节晚餐，伊所摆的，因有一本手册啊。即个逾越节晚餐要食无简单的，我毋捌食过，但是我敢若看到迄个内容第一步你爱安怎，第二步爱安怎，然后遮内底有足侪食物，才有一粒卵会当看袂使食，才有苦菜。苦菜是一定爱食，安怎食？照顺序食，你爱剥几喙，逐项规定有够详细，即顿歹食，真正是食袂落。但是这就是犹太人因的例。但是到伫圣经所记载伫马可福音中间，伊所记载迄个圣餐的仪式，这就是主耶稣在行的这伊佫无共你来看。伊马可福音是四福音内底上介早去完成的，伊写安怎？但是要注意咱等一下佫看到保罗所写的批信伫哥林多后书嘛有描述着圣餐，伊是伫主后30几年写的。但是即个马可福音虽然伊是四福音内底上早写好的，总是伊是50年以后才写好的，所以保罗比马可佫较早。将即个圣餐的仪式写出来，这是马可所写。马可福音14章20到23节，伊写啥？伊写讲，我嘛用华语的来读。他们吃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先献上感谢的祷告，然后拨开饼，分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向神感谢后递给他们，他们就喝了。这就是福音书内底所写，耶稣伫遐甲门徒食迄顿，搬过一个暗顿的时，伊所讲的话甲伊所做的动作。咱的圣餐嘛是对即个所在来。然后伫路加福音较特别路加福音内底有记载着一个真特别的过程，是叫做以马忤。这是耶稣甲两个人。行伫以马忤的路里，结果迄两个人毋知影即个是耶稣，所以伫遐有真侪对话。即两个人伫遐咧讲话，然后耶稣全话过，甲伊问讲，就听因讲恁咧讲啥？恁真咧讲啥？结果迄两个人讲啥？讲你毋知吗？耶路撒冷发生遮大的代志，你毋知吗？伊讲的是啥物代志？耶稣受病的代志，你毋知吗？你太毋知，然后就伫遐甲伊有足侪对话，然后行到天暗，结果耶稣佫想要往头前行，即两个人转甲伊闹讲，你佫行伤过暗嘛迄路歹行，所以转闹因落来食饭。然后伫路加福音记载伫第30节，即个所在伊所记载就是到了坐席的时候，伫遐坐倒要食饭啊。耶稣拿起饼来，注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这段圣经在咧讲什么？讲这两个人甲耶稣讲话已经讲足久啊，但是因唔知影迄个是耶稣。当耶稣八饼祝谢摕互因的时，因的目睭全开，全看见着耶稣
知影伊是啥物人。然后佫上界重要的是，遮有一段话，伊讲，因伫耶稣安尼做了后，因才发现讲，伊咧甲因讲圣经的时，因的心灰热。亲爱兄姐，我想有一个部分真重要的是，有时咱家己咧做啥物货，咱毋知。咱家己咧讲啥物话，咱毋知。明明所表现的就是足火热，但是伊家己毋知，一直到主耶稣出现，祝福，才互咱所讲的，互咱所做的，真做有意义的。敢有人会记得咱即礼拜查经有讲到五块饼两尾鱼？咱的题目内底所写，你敢有你的五块饼两尾鱼？你愿意将你的五块饼两尾鱼献出来吗？伫迄个约翰福音五块饼两尾鱼的故事内底，耶稣想要互众人食饱，但是敢有物件？无物件，所以伊跩去问腓力，甲伊讲：你去传食。腓力讲：我若算讲有20两啦，来买物件互食的嘛无够5000人食饱。但是后来伊去找到有一个囡仔，伊有5块饼2尾鱼。结果即个物件刻出来了，耶稣祝祷，然后一直分落，互偌济人食饱。5000个，基本上圣经内底所记载的，若是5000个，应该是查甫人。无论伊的数字是安怎算的，今仔日我知影的是，即个5块饼2尾鱼会当互遮济人食饱。但是啊，真正是5块饼2尾鱼，5块饼变出50块饼，变做500块饼吗？我毋知，圣经无写耶稣到底安怎变的。但是有一点我知影，一个囡仔去找耶稣，伊会炸便当5块饼2尾鱼，啊，其他的大人敢卖咧？有可能因是善乡的，因是喙焦的，找耶稣就是要找食的。但是有可能伫迄个中间，因家己嘛有炸呢，只是安怎无刻出来。但是当因看到5块饼2尾鱼开始要分互大家时，遐个物件愈来愈济。我毋知影，拢总对5块饼2尾鱼来吗？还是迄个祝祷，互5块饼2尾鱼，成做一个足好的动机，互5000个人拢愿意分享伊家己所有的，互另外一个人。今仔日咱伫教会内底所看的真济奇迹嘛是安尼，有一个人为着某一项物件来奉献，然后激起真济人的疼心，三甲为着迄个物件来奉献。以前伫台湾，若讲一间教会要建堂，你只要有你建堂数字的100%偌济，就会当建堂，要看卖。意思讲，假使一个教会建堂需要5000万。你教会内底有偌济钱的是，你会当开始建堂。敢卖5000万？敢卖2000万？意思就是你有2000万，才开始建堂。有真济有经验的牧师伊讲，你若要起一间礼拜堂需要5000万，你只要有500万，你就会当开始啊，1/10。因为当你做落了后，有真济人会为着迄个感动，继续参与伫上帝国的事工，来建立属于上帝的教会。所以真济教会真有钱，但是因一直无法度建堂，因为因认为若要去建堂5000万的礼拜堂，因需要偌济钱？5000万。因为啊，起厝。起厝才一半对，按半了，所以你若讲5000万起了，才变1亿啦。
但是真侪伫教会内底互看见的，拢是因为上帝的祝福，互遮个物件一直扩大。到伫使徒保罗伊所写的圣餐的仪式，真特别。伫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6节，伊讲：我传授给你们的，是我从主所领受的。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感谢神，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牺牲的，你们应当这样做，来纪念我。吃过后，他照样拿起杯，说：这杯是神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次喝的时候，应该这样做来纪念我。所以直到主再来，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你们是在宣告主的死。这是保罗所讲的。所以大部分天主教的教会、东正教的教会、基督教的教会，拢是用这来当做圣餐的模式。但是你敢知影，主耶稣保罗伫遮设立这个圣餐的时，伫哥林多前书内底，伊爱人安怎？伊爱人和好。搁哥林多教会是一个什么款的教会？是外邦人的教会，还是犹太人的教会？外邦人的教会。所以，这个外邦人的教会，敢有需要守犹太人的盘过节？伊无需要。但是保罗甲伊讲的这个意思，包括伊所讲的对象，就是互每一个基督徒，还是每一个军队主的人，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毋是犹太人，会当三甲坐落来伫这个中间，大家做伙爬饼啉这个话。趣味的代志来后，犹太人敢有甲非犹太人坐落来食饭？无。犹太人袂甲非犹太人坐落来做伙食饭，因为无信。犹太人只有甲犹太人坐落来食饭，所以伫即个中间其实有足侪冲突。但是保罗伫即个所在，伊用即款的仪式要来教示当初时的基督徒，是为着要甲伊讲，恁安尼做来纪念主耶稣，然后咱会当成做一体，合一伫基督。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无论你是有信的，还是无信的；无论你是甚物款的人，是有钱的，还是无钱的。所以伊写批，互真济无共的教会，甲因讲，咱着爱伫基督内底合一。所以保罗伫遮所做的是甚物？是要通过主耶稣伊所教示咱的圣餐，互无共款的人会当做伙。所以，这个圣餐到底是要互甚物人食？这个圣餐不只是要互信主的人食，嘛是要互无信主的人食的。这是今仔日我伫圣经内底我所读到的。但是伫长老教会，伫台湾的长老教会，伊所抓到的就是，但是若无共信，无法度做伙食。而且咱无用对甲毋对。但是我只有问，当咱咧食这个圣餐的时，你有平安无？圣餐的意义到底是甚么？咱教会在守圣餐，或是圣餐诚做爱餐的时，敢有人会记这张相片？分享团契，分享团契是教会内底活动吗？应该毋是啦，因为内底参加的人，即侪拢无伫咱教会咧聚会嘛。所以，这个分享团契的意义是甚么？要互愿意有一个用拍落去也好，用行路也好，虽然伫无共信仰的内底，会当三甲坐落来做伙食饭，用听互相关心，来建立迄款的关系，这是爱餐的意义啊。但是爱餐的意义，伫食了后，咱嘛是伫迄个中间，互人看见咱是遵探着基督的教示，所以今仔日愿意三甲伫无分别的情形下底，咱三甲来分享。圣餐的时代意义是甚么？其实今仔日伫咱教会内底所举行的圣餐，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伫咱加拿大长老教会。台湾的长老教会还无法度做到安尼，但是咱加拿大长老教会已经做到安尼。
第一个就是恢复人甲上帝之间生命的交流。你所食的即个饼，即个所啉的即个杯，所代表的是主耶稣的内容甲生命，代表咱愿意甲神来和好。即个圣餐，伊所代表的嘛是人甲人之间和好关系重新建立。真明显，两个人受气，若是咧冤家，也是做对敌的人，真困难会当坐落来做伙食饭，因为一定会冤家，迄顿饭会足歹食。但是今仔日要透过即个圣餐，大家三甲来和好。然后第三个圣餐的时代意义，就是要互信甲无信的人，三甲伫即个中间来成做兄弟姊妹。意思就是通过主的圣餐，信甲无信已经无分别啦。咱是愿意伫通过主所设立的即个圣餐，三甲来分享。今仔日我嘛要用这，咱甲大家三甲来分享。当主耶稣伊摕饼来卖时，伊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来拍我，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但是今仔日我伫即个所在，我嘛要甲咱大家来分享即个面包。等一下，咱食的时，毋通亲像咱教会咧守圣餐共款，足严肃。我期待你会当来到头前。甲我做伙来品着即个真香面包的面，然后你会当爬偌大地，你着甲爬互大地。你摕一地起来，然后爬开，甲人分享。咱做伙来安尼做好，然后伫遮饮料，毋免甲你饲啦吼，家己来好无？咱三甲伫即个中间，三甲来享受，伫享受的内心，咱先三甲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通过主耶稣为阮定十字架，也设立圣餐，互阮重新搁一摆通过圣餐以及阮桌顶阮所有的面包，要甲阮的兄弟三甲分享。主，求你的生命，你的内容，甲阮三甲伫地。求你互阮伫即个中间所享受的，甲阮的兄弟三甲食即块面包的欢喜甲快乐。不止伫现在，也要伫将来，三甲夫妻同行天路的日子，阮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你来食客，来遮食。假使你若会使，甲背互开，请你来片迄个面包壳。爱家己背哦，爱家己背哦。大地。这边买单过来，免排队哦，你来到这边啊。
会当行咧讲话三甲分享。早起本来面包做三块，有人伫遐囡仔伫遐咧讲，毋知有熟无，毋知有好会当食无，敢若安尼讲下暗要起来，讲安尼无安心，所以爱爬一块食看卖，所以爬了全剩2块。会当搁起哦，这爱食完哦，咱三甲分享。拢无洗手就咧卖哦，真讲这卖有啊！来，搁来食，搁来食，爱食好饱。来叫有饮料，已经速冻放好啊。大底甲爬落，会当过来食。敢有人无饮料的？敢有人无饮料的？不是嘞，这不是我做的。无，这胖不是我做的，这是志娟甲安妮塔做的。我今仔日早起无伫的，所以这因做的。本来要拜托因去 Cops 买拍，结果买安那看看的，无买，全转来做。我得甲咱大家建议，后摆吼，咱教会的圣餐。看是毋是会使邀请咱教会的兄弟来做这个物件。伊的原则就是，卖有互人的过敏的物件，就是愈简单愈好，但是可以用酵母。因为你若无用酵母，伊会足冷的，无遐好食。所以圣餐的这个物件，两个原则，第一个爱好食好吞。我讲的好食，毋是讲。一定爱做了足好食，会当出国比赛迄种，毋是迄个意思。是讲吼，你互人食的是袂见着啦，好吞，袂受打受着。搁有哦，还搁有哦，会当搁来食哦。然后咱会当三甲伫即个中间参与。虽然圣经内底所讲着的，伫搬过节所用的是无假饼，但是无假饼实在是无好吞啊。所以用咱会当领受的，咱三甲来分享。会当继续咱即个面包无要炸断去哈，一定爱伫遮咱大家分享，总向上来搁客一个啊！哇，小医师，我伫厝里试食，我期待伫咱教会后摆的圣餐是一个人甲人和好的开始。我期待咱的圣餐，毋是只有真严肃，总是会当伫分享的中间真快乐。我期待伫咱中间的圣餐，会当伫遮重新恢复咱甲上帝之间的关系，互咱所行所做的，毋是只有一个仪式，总是真正互咱的心伫遮得到欢喜、平安感。搁白，搁白。
你的歌词。十架是你价顶的主，但是咱面包还未食了呢，搁有咧。等一下来唱十字架上来。这个饮料盒吼，饮料摕倒来头前，咱等下较做伙来甲回收。他无做的歌词，咱敢有人会记起？来唱一摆啦！真正的耶稣，他是相爱，一直宽恕，使你复活，你复活，使我得救，是我的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的旧的记号，因他活着，是我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人称他耶稣，人称他耶稣，他施下爱，他施下爱，医治宽恕，医治宽恕，使你复活，使你复活，使我得自由，使我的自由。那空坟墓，那空坟墓就是我得救的记号，旧的记号，因他活着，因他活着，使我面对明天，因他活着，
要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听我，想赐主耶稣成做阮的救主。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你不只是为着阮得胜是价值，你更加赢过世间的关系、死亡的关系，搁一摆搁我，成做阮活命的主。主答阮，要因为你的搁我，互阮重新充满着开朗。愿阮伫即个中间，阮所领受的，用阮的面包、甲果汁、甲阮的兄弟三甲享受的，是你的内容，是你的生命，是阮通头前继续跑走的开朗。主愿你伫阮的中间，甲阮三甲徛起，收赐阮教野的开朗。奉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无罪的名，阿门。咱今日下面聚会到这，咱会当真轻松，甲兄弟讲话，嘛会当来到头前，甲咱的面包食完。